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这一期咱們聊聊算力建設啊。如果說新能源汽車產能過剩，說其他的產能過剩，大家恐怕還能接受。但是你能想一下嗎？算力我們這兒已經過剩了，你說這讓美的怎麼能接受呢？美的那邊還缺電，對吧？還在大修機房，大興這個 AI 基建，我們這兒算力已經過剩了。這個不是咱們編的數字啊，這個可是前一陣子摩根大通它的一個報告裡，翻出來一個極其刺眼的數據啊，它的結論是，有數據估算，中國多達80%的數據中心目前可能都處於閒置狀態。當然了，這是美西方的機構啊，他們在唱空，說句不好聽的，這個屬於正常現象啊，敵對勢力嘛，從來都不說好聽的。但是巧了啊，今天咱們自己的媒體叫《經濟觀察報》啊，7月19號，它也有一篇報道，叫搶來的10萬卡算力項目，有的正在變成燙手山芋。報道似乎也指向了這個算力過剩，是吧？搶來的10萬卡的算力項目變成了這個燙手山芋。如果它真的是供不應求，那怎麼會變成燙手山芋呢？所以今天我們結合這個《經濟觀察報》這篇文章啊，我們來聊一聊咱們的算力建設，算力過剩是不是真的過剩？這個我們要打個問號。最近2年只要你打開手機，是不是到處都能看到各種高大上的 AI 智算中心拔地而起，動不動就是投資幾十億，嘴裡喊的都是全鏈路國產10萬卡集群，未來科技核心。是不是感覺咱們在 AI 賽道上已經全面起飛？但是今天咱們要扒一扒這個算力中心看看真正卸了妝的惡心人的行業內幕。中國多達80%的數據中心處於閒置狀態，這個是事實，也不全是事實。它反映的是什麼呢？是結構性矛盾。有的地方它是真的缺算力，有的地方那機房都是空的你就把算力卡放進去也沒用，沒人用。實際上這反映的就是中國 AI 算力建設盲目跟風，一哄而上，最後留下一地雞毛的荒唐現狀。實際上各行各業都一樣。你是看了新能源汽車，所以說如果說算力已經過剩，你應該不覺得奇怪才对。哪個行業不這樣呢？多少地方政府拍腦袋做決策，根本不懂技術，為了面子工程，為了在招商引資裡面加個 PPT 概念，就跟着瞎起哄。多少所謂的科技企業，左手拿地，右手拿電，嘴裡喊着高科技，實際上肚子裡面裝的盤的算盤全部是政府的補貼圈，政策性的資金。這個前一陣那個追逆對吧？追密，人家專門崩老登，崩的就是地方政府這個老登。你喜歡什麼我就搞什麼 PPT， 搞什麼項目。你喜歡 AI， 那我就搞 AI 唄。你喜歡算力，那我算力就來了。而像追密這樣的企業，那多了去了。所以各地這種算力中心就拔地而起。咱們先看看這個《經濟觀察報》他說7月初，國內首座全鏈路國產10萬卡 AI 超集群在鄭州落成，算力供不應求。千里之外的內蒙，一座已投產的智算園區裡，全年綜合算力利用率不足50%，也就過剩唄。不是算力不夠，是算力放錯了地方。一位地方國資算力平台人士說這就是結構性矛盾嘛。這句話指向的難題正是6月18日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央晚信办、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商務部等7個部門聯合印發的促進平台經濟大中小企業協同發展行動方案，試圖破解的方向，那便是推進全國一體化算力監測調度服務平台建設，引導各類智算集群統一接入國家級調度體系。接近國家數據相關處室的一位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整體落地路徑分3年周期，2028年實現規模化全域併網，這3年將是各地算力戰最難算的3年。這一輪各地競相布局的焦點是10萬卡級別的智算集群。7月初，甘肃慶陽總投資51億元的
智慧藍圖西部智算中心開工，一期8860架 AI 機櫃全部按10萬卡規模設計，計劃2027年5月交付。同月，濟南城投推出全程算力第一張網項目按照10萬卡集群標準規劃，2026年下半年開工，2027年分批投運。宜昌滇軍區早年由國資孵化設立專項 SPV 公司，叫湖北華雲算能其旗下華雲智能算力樞紐中心 EPC 工程中標金額7.4億元，項目計劃2020年3季度進產機電施工，定位區域中型算力配套節點。與此同時，國內首座全鏈路國產10萬卡 AI 超集群已在鄭州落成。經濟觀察報說這還只是公開可查的一部分，那還有很多正在建設中的，還有很多沒有公布的，那就不得而知了。你看看各地城投、國資平台、第三方算力企業同步搶位，政府專項債、數字產業基金、政策性長期貸款、EPC 就是工程設計、採購、施工總承包、墊資，各路資金湧向同一個方向，哪個方向？拿地、拿電、拿能耗指標，大家都在搶。一位地方國資算力平台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說先站住位置再說。而10萬卡以下的算力項目已經很難擠進這場牌局。在內蒙一座已投產的智算園區裡，多為市場化千卡級通用算力項目，依托綠電大量投建，缺授权，客戶分散拖累，全年綜合算力利用率不足50%。該園區新建的10萬卡國產智算預留機房，目前上架率不足20%，你這不是超前建設嗎？你這不就是浪費了嗎？你這不就是開始虧本了嗎？開一天虧一天站住位置之後呢，站首頁說AI 服務器硬件折舊周期只有5年，機房即便不開算力，每年運維空調、技術線路成本照付不誤。一座10萬卡集群從開工到投產，建設周期8到12個月，但電力配套周期往往需要18到24個月，機房等電。上述地方國資算力平台人士如此描述这個時間錯配你看，這就是我們中國的算力大基建，它的成色。這還是經濟觀察報的一個報道後面還有很多根據測算光是2026年這一年，全國算力基礎設施直接投資就超過4000億元，而“15+5”全產業鏈的投資預算更是被炒到了驚人的6萬億元。這個數據嚇不嚇人呢？6萬億3個恆大把它佔的給抹掉了。但大家有沒有想過這麼龐大的產能是誰給他們的勇氣一口氣建出來的？ PPT 穿地運動，先占位再圈錢，說白了就是因為算力被寫進了核心基建清單，有政策就意味着有錢拿，於是城投公司、地方國資平台還有一大批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第三方算力企業，就像聞到味兒的蒼蠅一樣全部撲上去。他們搶什麼呢？拿地、拿電、拿能耗指標，大家都在搶，先站住位置再說。這哪裡是搞科技這分明是新一輪圈地運動。大家還記得以前搞芯片是吧？各個地方第一批搞芯片的都是騙子，騙地、騙配套、騙政府投資。他搞了一個什麼阿薩姆斯的什麼是吧？光刻機也不知道要淘汰的是吧？搞了一架過來，或者搞了一台過來，对不对？這個他能就是融資幾十億，拿到地，拿到政府配套資金，大型欺騙是吧？那這個算力其實上玩的是一個遊戲先圈地運動手裡沒個10萬卡的規劃，在地方上連要補貼的資格都沒有，政府專項債、數字產業基金、政策性長期貸款，哪兒有政策紅利，各路神仙就往哪兒砸。但是這種盲目投資的報應來得比想象中快得多。最典型也最搞笑的畫面出現，
就是機房等電，機房建好了就是没電。蓋機房買服務器快得很，8到12個月就能完工，但10萬卡集群需要的超大電力配套，往往需要18到24個月才能建好。結果幾億、幾十億建好的漂亮機房，因為沒有電，只能空在那裡，大眼瞪小眼，還在折舊啊！更絕的是 AI 服務器，對吧？它的折舊只有5年。我在以前節目一直說，对不对？你這個人工智能這個泡沫，你還能吹多長時間？現在正在大規模上基建的時候，你比如美國啊，1萬億美元，去年上了多少？今年1萬億，明年再1萬億。但是這個啊，你的時間只有2、3年，也就是明年後年，如果還看不到盈利，你知道你上的這些錢它的折舊啊沒了，你也要上新的，你還有錢嗎？對吧？你看這個啊，經濟觀察報說，服務器折舊5年，就是你這服務器啊是1萬塊錢買的，5年它就沒了，1年給你攤銷掉2000塊，5年就攤完了沒了，5年以後你就重買呀，對吧？應該是這個邏輯啊，你要升級換代啊。哎，就算1天機都不開，沒有電用，機房每天的運維、除濕、基礎成本嘩嘩往外燒真金白銀，這種盲目建設，從第一天起就注定了是一筆虧本的買賣。好，機房蓋好了啊，有些地方好不容易把電也接上了，那它就能賺起來嗎？消費嗎？就有人去買單嗎？實際上人家也沒指着啊，真有人來消費，人家實際上跟新能源汽車一樣，是要騙政府的補貼，再去圈錢。紙面算力吹破天，國產易購成了遮羞布。很多地方建智算中心，最喜歡在宣傳冊上吹噓我們這兒有多少批的算力，是多麼牛逼的數字資產。實際上那叫紙面算力，就像那個紙面糧食一樣啊，是拿來應付上面檢查和申請補貼用的。實際運行起來簡直是爛泥扶不上牆。比如在一些西部投產的智算園區裡，全年綜合算力利用率甚至連1半都不到，更不要說那些專門留給國產智算的機房，上架率20%都湊不夠。為什麼會這樣呢？很多地方為了拿國產化替代專項補貼，或者為了完成上級指標，搞了一種叫國產易購算力池的東西，听着非常高大上，實際上是把好幾種不同芯片廠商的垃圾架構胡亂搭在一起，結果底層連基本的納管都做不到。客戶把模型拿過來，發現驅動不匹配，算子庫根本調不通，實際可用算力直接被打到骨折。這種為了拿補貼強行拼湊的產物，哎，就像拿蘋果電腦啊和聯想電腦2個人互相連通啊，2個人就是共享辦公。那你說那這多麻煩，對吧？一個是 iOS 系統，一個是 Windows 系統，你是怎麼弄？各種辦公軟件還不能兼容，就是一個意思啊。你國產替代的 CPU， 对吧？然後你還有一部分其他的 CPU， 國產的裡面有好幾家的，对不對？替代的，然後你說跑吧，那為什麼這麼幹呢？那這不就是為了做什麼叫國產替代嗎？國產替代有專項補貼嗎？他就是弄那個補貼的啊。所以為了拿補貼強行拼湊的產物，全年的平均利潤率連20%都不到，空置1年就吃掉上千萬的賬面利潤，這不是騙補又是什麼呢？對吧？都一樣玩法啊，跟新能源汽車玩這時候大家都知道吧？很多厂商剛開始很簡單啊，你只要把車搞出來了就有補貼，後來有關部門發現你這玩意把車搞出來不行啊，你光生產也賣不掉，对不对？你就冲補貼去的，把壳子改一改，你就是新能源汽車。好，有關部门就说了啊，你車必須賣出去，你才有補貼。好，這些廠商怎麼辦呢？那我就把車賣出去唄，自己在下面成立一個什麼公司，對吧？我這車一生產出來，我自己那公司就買走了，對吧？左口袋倒右口袋，我就賣出去了嘛。賣出去你再給我補貼。那實際上這車在哪兒？車全部放在爛尾樓，放在那個垃圾場，是吧？長草，這個視頻都拍過啊，然後網上好多，是不是？新能源車。好，那政府一看這不行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那怎麼辦？哎，我給你按里程補貼，對吧？你這個車必須要跑1萬公里、2萬公里，跑2萬公里給你補貼2000塊，是吧？跑3萬公里給你補貼3000，跑5萬公里給你補貼5000。哎，你看是吧？你說明你這車真在用嘛，你在跑嘛，對不對？哎，這個你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結果廠家馬上，對吧？人家就找到了竅門，把這車賣給自己的白手套之後啊，哎，你不能往這個垃圾場扔了，你找個地方把車架起來，讓車自己跑，架起来是吧？讓車空轉，那不就是里程了嗎？給他充上電，对吧？你不是說5萬公里獎勵5000嗎？那我讓他撞5萬公里就夠了唄，5000就到手。我這只舉個例子啊，就不一定是這個數。總之，對吧？你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反正目的就是要你那個補貼，是吧？直到有一天特斯拉來了，人家玩真的，是這樣的吧？好，鯰魚效應逼得這些新能源汽車廠商，哎，奮起直追，彎道超車。為啥呢？因為人家開放源代碼了，趕緊彎道超車啊！那你想算力出現這種情況，有什麼好值得大驚小怪的呢？不都一樣嗎？中國人太聰明，曲線一級的空手套白狼如債務危機，更惡劣的是曲線一級，很多地方窮的叮當響，本地連一家正儿八百的互聯網企業都沒有，居然也敢跟風建智算中心，比如湖北某個區縣搞個算力項目砸幾個億。區裡國資其實根本沒有錢，就出了幾千萬，剩下的大頭全部讓 EPC 總承包商自己垫資建設，分5年分期付款。他們當時怎麼想的呢？覺得項目做起來了，包裝一下就能去上面申請數字產業基金，或者申請政府專項債來填窟窿，這就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結果項目建好，回本周期長達10年以上。70%的訂單得靠跨省外銷，但跨省結算機制有沒有打通？回款極其緩慢，每天一睜眼就是專項債的本息要還，現金流直接斷裂，最後高科技沒撈着，反而給地方背上了一屁股債，純粹是作繭自負。產業類國企成了某些人的免死金牌。為什麼這幫人敢這麼盲目的虧錢？因為考核機制裡有貓膩。某些東部省屬的產業國企實行所謂的3年任期考核，前3年算力資產虧損，居然不納入負面扣分。也就是你這3年啊，你如果是因為算力人工智能賠的錢不怪你，那你說人家就開始玩了唄？那人工智能趕緊上啊，通過人工智能虧損來彌補其他的項目啊。這中國人多聰明啊，對吧？這就成了某些人胡作非為的免死金牌。反正前3年隨便虧，只要能在 PPT 上寫上完成了國產化落地這種定性指標，精英班子的位置就穩了。而對比之下，那些借了專項債的城投公司就慘了。專項債是硬性的，第6年拿不出经营現金流覆蓋本息，專項債就面臨暴雷。這種割裂的考核，讓很多所謂的產業國企在建設時極盡盲目之能事，反正虧的是國家的，拿到了補貼，完成了面子指標，自己拍拍屁股就能升官發財。高昂的沉没成本，誰在為這堆破銅爛鐵買單呢？大家可能就想了啊，這就算是騙補，至少硬件買回来了，放在那兒也是資產啊，以後總能用得上。這個太天真了啊！為什麼呢？就像電腦一樣的，你買一台新電腦啊，你別用，你買一台戴爾或者是蘋果或者是聯想新電腦，你就不用，買完放3年以後，你再跑3年以後的那個程序那些應用，你都發現它吃力啊。它即便是個新機器啊，什麼意思呢？實際上就是這種電子產品、芯片，對吧？硬件技術迭代速度，那是你都難以想象，和傳統的基建什麼蓋個樓房用個10年20年，那是兩碼事，對吧？就不要說這個電腦了啊，你就是買新能源汽車，那車載的芯片存儲，对吧？你今年買的新車，不好意思，3年以後你那上面再下載什麼應用 APP 啊，那些什麼處理車載的導航地圖，它就開始卡頓了。你得想方設法的去硬件升級，是不是道理啊？所以说啊，它跟我们普通的硬件基礎设施这个机器对吧不一樣啊。AI 服務器折舊只有5年，5年一過，它就是一堆毫無價值的破銅爛鐵。而且為了應對補貼檢查，很多地方盲目採購，根本沒有核算過後續的運維成本。據業內透露的真實數據，全鏈路國產芯片集群在同等規模下，因為工程效率低下，訓練大模型的時間比海外方案要長出一大截，有效算力產出只有 55% 到 65%。更可怕的是，國產的單卡年均
綜合運維成本要4100元，而海外只需要2800元，高出了近一半，对吧？46%嘛。很多盲目上馬的城投客戶只管核算買硬件時拿了多少補貼，根本沒想過5年折舊期裡那源源不斷的電費、水費、空調費和人工運維費是多麼大的一個無底洞。等集群建好了，補貼拿完了，才發現每個月燒的運維成本比賺的租金要高得多得多。這時候機房就徹底成了砸在手裡的燙手山芋。這就是算力為什麼過剩，算力為什麼一地雞毛的原因，都是奔着補貼去的。地雞毛之後，爛攤子該怎麼收場？到了2026年，這幫盲目跟風、騙補圈錢的人，終於迎來了他們的末日大考。國家6月聯合印發了促進平台經濟發展的新政，明確提出要構建全國一體化算力監測調度服務平台，3年內要實現規模化全域併網。大家看到這個新政啊，又覺得有救了啊，覺得國家要把西部的閒置算力全部利用起來，爛攤子得救了。但是啊，這個想法是好的啊，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對於那些盲目建設的低效園區來說，併網不是救命稻草，恰恰是徹底撕開他們遮羞布的判決書啊！你不併網，你自己玩是吧？那就濫竽充數，還可以。你這一併網，你拉的就像拉到台上来溜一溜，那你沒穿褲衩子啊？你本來你躲这個穷鄉僻壤，你沒穿褲衩子，沒人知道啊。現在把你曝光在大庭廣眾之下，是吧？你沒穿褲衩子，那丟人丟到家了，對吧？你那玩意兒建設是什麼東西啊？你的算力，對吧？你的效率馬上就拉出來溜啊，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啊，能溜嗎？所以說表面上看是救他們，實際上那这徹底撕掉遮羞布，跨省調度的遮羞布被扯爛。很多西部空置的園區天天叫屈，說自己電費便宜，每度電只要3毛5。為什麼東部客戶不用？因為時間延長，就延時和安全物理紅線。從內蒙到東部，網絡單程延時4.2到5.8毫秒。這個時延，現在的 AI 實時客服、數字人、在線質檢等推理業務根本無法接受。超過3毫秒產生的生產線啊，就卡頓。東部60%以上的算力需求根本不可能往西部轉移，能轉移的是什麼呢？能轉移的是一些基礎算力，对吧？你先去在那兒預練，真正的應用你必須本地啊，就在本地處理。加上數據安全的硬紅線，很多大企業明確規定，工業涉密圖紙、自研模型權重，絕不允許流出本省。那些盲目建在深山老林的機房，就算空在那裡長草，東部的核心業務也不敢把數據傳給他。那怎麼辦呢？存量園區改造的第2次割韭菜。更慘的是，新政規定存量已投運的集群想要接入這張國家大網，必須進行併網改造。猶如當年盲目建設的時候，大家各懷鬼胎，混合採購了各種私有協議互不相兼容的國產和海外服務器。現在改造成本動輒就是幾千萬元，工期還要4到6個月。你想想，本來已經租不出去了，為了接入平台混個訂單，還得往裡再砸個幾千萬搞改造。跨省回款周期長達2-3個月，跨省的稅收 GDP 分成能耗指標分攤機制到現在還沒有理順。這對於很多地方國資來說，接入就是繼續虧錢，不接入就是死路一條，真正的陷入了進退兩難的死局。也就是在各個地方啊，偏遠地區你建的那麼多算力機房，你的用戶在哪兒？本來以為啊，对吧？靠東部的算力啊，叫東數西算嘛，東邊產生數據到西邊去算，但是這個現實很骨感吶，理想很豐滿。所以摩根大通的啊，80%的數據中心閒置這個估算的結論，這麼一看的話，不是簡簡單單的啊結構性矛盾，而是真的就是過剩了，建了沒有用。這些很多縣城建的房子一樣，很多縣城建了那麼多商品房，你打算賣給誰呢？有一個逻輯嗎？你說我指着北京人去買，你上海人跑到你那個县城去買房是嗎？他有住的需求，对吧？他也想住便宜房子的需求，但是你說他為什麼要去你那個县城買呢？邏輯是一樣的，是吧？你數據這麼長距離的傳輸，
那這就注定了啊，有些算力它沒辦法轉移，它必須在當地消化。能轉移的畢竟是少數，對吧？那些對時效性沒那麼長的，你可以在西部算。那如果這樣的話，那西部能承接的就非常少。那這樣的話啊，滿打满算你西部那算力那也是过剩了。它是一面明晃晃的照妖镜，它照出來的是前2年中国 AI 算力建設在資本和政策補貼的誘惑下，表現出極度盲目、貪婪和無序。總量上，我們天天喊着缺高質量算力。但結構上，各地方為了面子、為了騙補而建起來的低效無用算力已經泛濫成災，正在各個園區沉睡。那再想想光伏行業怎麼樣？不也是個例子嗎？我看中國經濟觀察報他說這個是各個地方盲目就什麼一哄而上，对吧？實際上我覺得根子在哪？根子還是在補貼，老是這種搞法引導，對吧？這種花大頭的錢。實際上形成了大量的浪費，這東西是好啊，对吧？而且算力基建有必要，那讓民間資本自己玩啊，你們自己投，對不对？頂多在稅收這一塊給一點優惠，政府不應該有補貼，不應該搞什麼政府基金來讓民間資本自己去玩，有利可圖，它必然會好多人去投資。只要有利可图，無利可圖，人家還打破腦袋去玩呢，那一定是叫皮褲掏棉褲，对吧？必有緣故。那他就是奔着你的補貼去的，就騙你的補貼的。盲目建設的代價就是一地雞毛，騙取補貼的狂歡之後，必然是資產的大面積出清和沉沒。接下來3年將是整個算力行業最殘酷的洗牌期。那些真正有技術、有軟件生態、有客戶組織能力的雲廠商和運營商，會成為最終的整合者，而那些當年拍腦袋上馬、靠 PPT 騙補圈錢蓋來的算力地產項目，注定要變成地方財政賬本上最刺眼的一筆呆壞賬，被歷史無情地扔進垃圾堆。時代變了，靠純忽悠概念坦賺補貼的日子徹底結束了。接下來是該為當年的盲目和貪婪買單的時候到了。實際上我們的算力這個需求是很旺盛，但是隨着這個算力如果帶不來效益，算力它也會被遏制，就這個需求它暫時可能不再增長了，到頭了，对吧？因為很多銀行、很多機構在用算力，它沒有產生任何效益，人家就不用了，對吧？隨着這些人不用，或者是受限，對吧？因為算力是花錢的 token， 那都是花錢的，是吧？那花了錢，然後它沒有什麼好處，那人家就會在這邊減少預算，不用了，大家都不用，或者用的少，它的增長就到頭，是吧？或者增長曲線就慢了。那現在誰在增長呢？对吧？也就是騙子。那騙子能用多少算力呢？他用不了多少算力，他用的是腦子，对吧？什麼教你用 AI 呀，对吧？給家長制造焦慮啊，讓小孩去學 AI， 然後給家長也制造焦慮，讓家長老頭老太太都來學 AI， 是吧？上課聽課，1節課998，是吧？如何能跟上 AI 的步伐啊？如何在未來不被 AI 拋棄？就靠這個騙錢，對吧？這玩意兒也不耗 token 的，靠這老頭老太太，靠這小孩去玩，能消耗多少 token 呢？是吧？真正消費者也不用，所以說算力這玩意要讓幾何級增長，現在夠嗆因為你算你幾何级增長，人家的口袋收入可沒有幾何级的增長，成本在漲，收入沒漲，誰玩呢？玩不了2-3年所以為什麼這個人工智能，對吧？這幾天或者上一個禮拜吧，不光是咱們這兒國際上是不是都在暴跌因為很多人已經算不過賬了。不知道這玩意兒怎麼賺錢，對吧？你已經吹這麼大的泡沫，還不知道怎麼賺錢，所以它回調起來也血流成河，是不是？全球都一樣不光咱們這兒，无非這個泡沫這個故事它講不下去了。是硬件廠商賺得盆滿缽滿，問題是你這賺完這個，你這個5年就要攤銷掉，對不對？那這3年5年裡面，如果還找不到這個盈利模式，還看不到盈利希望，那這故事也怎麼往下編呢？所以咱们各個地方一哄而上的這個算力必然會過剩。當然了，優質的，對吧？高質量的算力那還是缺的過剩的都是這些以騙補為目的的，是吧？盲目上馬的，為了政績，對吧？搞的這些還要買單。實際上我有一次說過，對吧？我有一個朋友過來，他是上海到處跑了一遍之後到我這兒來聊天，
然後跟我說現在外面最火的就是算力，倒賣算力，倒賣 token。然後故事講的再大一點呢，就是建機房，然後跟地方政府合作建機房、建電廠，拿指標，什麼指標？就是綠色能源指標。有的地方政府還有缺口，哎，那就還可以批什麼？就建個電厂。建了電厂幹什麼呢？那電廠的電力主要是給機房，所以人家叫建機房算力中心。這個還有各個地方的指標，就是它的這個環保指標啊，它的綠色節能指標。有的地方已經用完了，你建不了電廠了，但是有的地方還可以建。哎，建完了算力中心，那下面就是什麼呢？下面就是講故事，就是誰來用？山西的煤很多，對吧？在山西，說不定你還可以批個電廠。好，你批個電厂燒煤，對吧？然後那電提供給算力中心，那問題就來了啊！算力中心的客戶在哪裡？在杭州，那他就要去上海、杭州講故事，讓他們用來自山西的算力，買這樣的算力。這故事講通了，項目就開始上馬。都是講這種故事啊，全社会都在講，你想想吧，熱不熱？所以一地雞毛是必然啊。當然了，如果是私人企業，那無所謂啊，他投資，对吧？失敗了他承擔責任，賺錢了他是巴菲特，他厲害，他是馬斯克，沒毛病啊。你不要拿大頭錢霍霍，對吧？不要拿我們的錢霍霍，對吧？我們那個錢血汗錢還是搞一搞什麼民生保障吧，对吧？老了以後能體面一點，不要太尷尬，不要太慘。所以說看到算力啊過剩，大家應該不陌生啊，各行各業都差不多，有什麼區別呢？如果這2年泡沫一破，就是 AI 的泡沫一破，那這些算力中心還能不能維持下去的這個問題，有的地方恐怕就要拆了啊，一建一拆都要花錢。這美國它就不一樣是吧？人家是 Meta 公司自己掏2000億美金建，對吧？亞馬遜甲骨文人家自己掏錢，那都是人投資人投的，对吧？黄了那是他們的，不是特朗普掏錢，对吧？然後建電廠也是的，去建。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點讚評論，謝謝大家。